在国防大学有一个姓格的教授，去年私底下设公司诈领研究费，佮甲中国技术合作。当时的国防部长邱国正国痛骂讲，违法就要枪杀。土方地检署长搜索问过笔录了后，这个教授以5万块来交保。会不会觉得很冤枉？穿黑色外套、面砍条的，佮挂喙暗，面对记者伫问，拢无加讲，伊是国防大学姓格的教授，去年被检举涉嫌开公司甲中国技术合作。土方地检署经过东外调查，伫昨大动作的搜索，姓格的教授精神了后，以5万块交保。那该办人办人嘛，违反需要重办，就要枪毙掉。当时国防部长邱国正冒公党为民进党前立委林静怡质询的时，讲这个世界教授涉嫌以人头开一间德创公司，诈领研究经费，经过私底下甲中国技术合作，将研究摕去中国登记专利，而且伊成立的公司伫国防大学开董事会，前后有10年的时间。我们当然觉得比遗憾更遗憾，怎么可以领国家的薪水，却是去来做协助中国跟中国合作，来伤害自己国家的事呢？我感觉到政府是要造成一个寒蝉效应，所以凡是跟中国大陆有往来的，就可能有这个国安的这个疑虑哈，应该依照这个最高的这个法治原则，就是无罪推定的原则，先了解说到底事实是怎样。国防大学回应讲，案件爆发后，就依照教师法暂时停聘6个月，不过因为这个案件也未确定，世界的教授才恢复伊的教职。目前检方是以早期罪嫌的侦办甲中国合作的部分，爱搁调查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